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0月19公司第一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是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新北市双溪好拍淡内的人失踪已经超过30点钟，阁有2个囡仔还未找到人，今仔阁继续拍拼找人。高雄市政府专案小组今仔去会谈社中城的火场，指出1楼奥多摆甲每站楼防火门拆掉，才造成严重的死伤。针对目前甲黄石仔骗主角换人做，总统蔡英文表示会积极来推动修法，阻止科技犯罪。新闻开始来看新北市双溪好拍潭，有来人和溪水冲走，搜救嘛已经超过60点钟，阁有2个囡仔还未找到人。今仔继续出动像年阵空拍机来找人。新北市长侯友宜是希望讲大家唔通放弃，嘛强调讲市政府会来清查，看阁有偌济业者在办这款的活动，市政府会好好监督。搜救人员伫河道中搜查，双溪好拍潭2个人和大水冲走，搜查行动已经超过60点钟，也阁有细老的查某囡仔甲细蛋的少女失踪，烦恼因会徛伫石棚中。也阁动员唱水人员花河搜寻。新北市长侯友宜19透早就到搜救现场关心，因为18烟花搜查只找到查某囡仔的登山鞋甲雨伞。出动了所有的空拍机、救生艇，再加上后勤的部队，随时待命轮替，在最后时间能够抢救到我们2位失踪的女童。侯友宜强调，19是搜查行动以来天气上好的一天，伊爱大家唔通放弃。为了防止类似的事件搁发生，侯友宜也强调，会以跨局处力量清查，也阁有偌济业者从事类似活动。特别就我们自己的中小学以及所有相关活动，全部做一个自我检视。至于民间团体的部分，在举办类似的活动，我们也要去了解他们的营运状况。检警调查专案包括细数、细张、甲细图3名股东，先后到案。第4位姓黄的股东18尾仔仔也到随访分局制作笔录，信后请回。昨日有命对方分局传唤吴姓的股东到案说明，有制作相关的笔录。我们会了解4位股东他们的公司内部的运作跟分工的模式，那再厘清有没有人员涉嫌过失致死的刑事责任。警方表示，姓吴股东会搁得期传唤，专案小组也会继续调阅公司活动资料，搁陆续传唤相关证人到案，来厘清股东持股的情况，甲涉及的刑事责任。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高雄的城中城火灾，造成40来人死亡。高雄市政府组成的专案小组今仔嘛去火场会勘嘛传出讲是因为1楼停规排奥多摆，火才会烧甲遮尔猛哦。佮加上每一站楼的防火门拢互拆掉，烟就一直呛悬，死伤才会遮尔严重。高雄城中城大火造成真侪人死伤，一透早也是有住户甲家属入去摕物件。为着了解到责任归属，市府组成行政调查小组，18号甲警大教授，还有高雄科技大学的教授做伙登去火场勘查，嘛找到有可能造成灾害的原因，是1楼停了50台的奥多摆，变成是火灾的时阵容易烧起来的物件，以及大楼内部的防火门拢互拆除，无法度有效来防灾。不过参与的学者拢无愿意证实。炸的无一样，炸的呀，那不是最近的事了。我过去做。是真的无一样。这里，哎，搬入人家楼。住户讲，内底确实真侪防火门早就无去，透过结构图会当看到1楼中庭就是停奥多摆的所在，数量上少有50台。奥多摆烧起来了后，边仔电梯、楼梯拢无防火门，也是干那用插门挡起来，嘛互烟甲火一直冲起去，造成严重的伤亡。防火门它没有办法阻隔烟热，当然是很重要，造成伤亡的因素。那机车呢？它如果被引燃的时候，它的火势会变得很大，火必须要有燃料。可是烟只要今天它只要烧起来的时候，它只要有热量，它就会把它带到每一个角落，而且烟是无孔不入的。城中城火灾死者真侪人拢是互烟砸死，防火门互拆去，敢是主要的原因？市府搁来调查。毋过惊危险的代志重演，19号老旧无管委会大楼体检的第2天，嘛持续咧拆除着阻挡逃生的障碍物。记者王刘婷、明昭宽高雄报道。
来关心疫情哦，咱国内今仔增加一例本土病例，5个境外病例，无人死亡。指挥中心指出讲，疫苗只要是 WHO 认定的名单，回国通报卫生单位就会使登记。来听指挥中心第一步上届新的说明。今天有一位本土的病例，那5位境外移入，没有死亡的个案。那这一位本土的案例是在新北市。那他是60多岁的男性，那因为10月16的时候有出现发烧等等的症状，那10月17就医采检结果是阳性，那 CT 值是33.1。卫生单位呢也已经匡列了12位的接触者，有4位我们列为居家隔离，3位列为自主健康管理，5位列为这个自我的健康监测。那后续的状况我们会再持续来做追踪跟处理。我们在国外接种疫苗的部分，只要是符合 WHO 核发的 EUL 的部分，回来你跟卫生单位做通报那我们就会在 NIS 系统上面去做登载。那黄卡上面所记载的，只有你在国内接受接种的部分才会去做登载。民众若是注中国的国药甲科兴疫苗，未来转来到台湾哦，买当取得注疫苗证明的黄卡，唔免阁补助其他的疫苗。卫生福利部部长陈时中表示哦，这只是事实的认定，敢要承认中国国产的疫苗，则爱阁研究。指挥中心10月初发文予各地方的卫生局，民众若伫咧外国注世卫组织 WHO 有合法紧急使用授权的6款疫苗，包括国药、科兴、高生、莫德纳、BNT 甲 AZ， 会当伫咧注疫苗的黄卡顶悬直接记录，倒来台湾了后，唔免阁注疫苗。世卫组织认可了他的紧急授权，所以我们只是说认可他曾经打过疫苗这个事实，但是我们并没有认可说他可以在台湾进口使用，因为它还没有被我们的食药署审查过。李炳英表示，科兴甲国药疫苗临床的数据一直拢无真详细。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强调讲，这并不是认证这2款疫苗会当伫台湾使用，是要注记捌注过疫苗。只是对于一个事实的认定，就是有这样子打过这样的疫苗，但对于说怎么样承认，那还要再另外再研究。若旧历过年转来台湾的华侨，若是有注过2档疫苗的，敢会当比较机组员5+9检疫的规定。陈时中表示，这2个思考的点无共款，也阁会研究看卖。不过嘛，传出有一个已经注过2档国药疫苗的姓国的台商，因为国内规定隔离的时间伤过长，已经1年10个月无转来台湾啊。李炳英表示，现阶段无论注什么款的疫苗，民众入境的检疫规定拢同款，无法度放零隔离的工作。因为就算是效果真好的 mRNA 疫苗，要是有可能会去换着变做是轻症，或者是受到变种病毒的感染，造成注2档要是换着的情形。记者综合报道。国内疫情缓和哦，教育部嘛放宽学校防疫的规定，今仔开始，户外体育课、到音乐课、分乐器，拢唔免阁挂喙罨咯。伫室内翕个人也是团体相片，嘛唔免挂喙罨。现在把你的口罩拿下来。上体育课进前，老师叫大家将喙罨摕落来。囡仔虽然袂惯势，却是真欢喜。最好不要。要戴是不是？对。戴口罩很不舒服吗？那你上什么课最不舒服？体育课。高中体育课拍篮球，虽然日头赤炎炎，伫室外运动是真热，走起来嘛真喘，至少唔免搁再挂喙罨拍球咯。脱下口罩后，就会变得比较有活力，比较好活动。室外体育课会当溜喙罨，室内音乐课若是师生拢无呼吸道的镜头，就会当甲喙罨摕落来分乐器，只是下课就要搁随挂好好。毋过看到运动场另外一边咧拍棒球的班级，也是全程拢甲喙罨挂条条。我就觉得还是戴着比较好，因为疫情才刚过嘛，就是还是会怕。看大家都戴着啊，所以我就戴着，因为如果我一个人拿下会很尴尬。即卖疫情缓和，高中以下学校防疫管制搁再放零。毋过目前犹原是2级警戒，有学校就决定要继续暂停游泳课。因为游泳课它是在室内，
所以还是要戴口罩。甚至我们办理室内的运动竞赛等等，事实上还是仍然是受到一些限制。日常生活的防疫管制渐渐在放零，校长嘛期待有一天会当完全开放，恢复做疫情进前的正常教学甲活动。记者综合报道。指挥中心昨晚宣布讲，今仔开始机场出境等待飞机的时候会当食食，也毋过入境嘛是阁无开放。今仔是放零的头一天哦，因为目前一天出入境的旅客拢只有1000外人，食物件的人嘛是阁真少。伫机场内底共款无啥人，目前每一天出入境的旅客敢若有1000外人。桃园机场为全国3级边界期间，专门配合防疫措施，航站内底所有的公共空间拢禁止伫内底食物件，已经有4个月过啊。19是头一天开放出境，会当伫内底食物件，很方便很多。对。之前如果在机场不能吃东西的话，怎么办？对啊，肚子饿可能要忍住吧，所以开放内容还是方便很多。是有比较像出国感觉，至少就是不用登机前在外面先吃早餐，来机场就可以吃了。有的人食早顿，有的人啉饮料。餐厅内底敢若有懒散伫食饭的旅客，伫餐厅的饭桌仔顶有按规定采透明的隔板，嘛加强清洁甲消毒。机场的贵宾室除了是采用一个人一个座位的规划，嘛有另外提供个人的套餐。除了入境的旅客、入境的机组人员、入境的其他的动线要受到引导和管制之外，其他都可以让大家开始在机场里面饮食。桃园机场表示，开放出境的区域会当伫内底食物件，也毋过入境要是依次禁止伫内底食饭。呼吁工作人员甲旅客都爱保持安全距离。另外嘛强调讲，入境有妥当分流的规划，包括机组人员、为高风险地区内的旅客、一般入境的旅客、旅游气泡的旅客、甲外籍学生，这人为入境机场一直到离开，拢有专人引导甲介护。记者综合报道。来看高雄林武一个11个月大的查某阿姨仔送去予年母照顾，第2天就亲像受到虐待，头壳受伤，送医不治。检方嘛已经去调查了，社会局调查嘛发现讲，这年母的行为已经违反儿少法，嘛已经废掉伊的执照哦。这世人伊拢袂当去做年母了。透天厝门口围着封锁线，家属艰苦摕制品行入去内底，准备招魂。高雄这名11个月大的囡仔，10月中才予爸母送去予骗囡仔的人照顾2天，14号竟然就因为头壳弄到送医不治，予厝内的人心拢碎去啊！一直吵着让他没办法走，安心的走。我只想说，给我一个正确的答案。家属伤心叫囡仔上车，因这个囡仔是予骗囡仔的人设到遮的过往，希望检警还予囡仔一个公道。当地里长表示，骗囡仔的人伫当地住买2-3天，甲厝边相处无啥物问题，但事发了后隔天就搬走。发生这种事情也是很痛苦啦，他也都万万也想不到啦。那现在保姆精神状况好像很自责。他先生陪在他的旁边。检察官18号完成遗体的详验，后续会调病历、传证人来厘清案件。社会局派家访社工调查了后，认为骗囡仔的人的行为已经违法，会停止伊的资格。检方这边的调查的结果，来厘清保姆的一个责任。那但是呢，保姆她还是。在他家的在照顾的过程有发生了这个意外这个事件了哈，那所以我们今天也废止了这个保姆的居家托育的资格。家属不满伫社会局推荐平台顶悬找合格的人，煞发生安尼的代志，希望社会局审查骗囡仔的人的时阵要确实，莫互同款的悲剧搁发生。记者陈焕武、柯正俊高雄报道。网庆小雨利用一种换面的软体，甲一寡黄色影片的主角换做网庆政治人物，伫网络顶头卖，受害者有900人，总统蔡英文嘛是受害者。总统就讲会推动修法来阻止这种科技犯罪。行政院长苏贞昌早起嘛讲目前相关的处罚上过轻了，确实是爱修法。法务部表示，伊1个月内就会来提出修法的版本，送行政院来审查。
包小玉利用回波地克换面技术，将女性网红政治人物后坐到上到本雅影片，伫网络贩售盈利，受害者我百人骗取网红艺人名称、女性政治人物。总统蔡英文表示，将对换面色情犯罪等多种类型的网络性别暴力，将重新盘点法规，研议推动修法工作。面对立委追问现行法敢是伤轻，法务部长蔡清祥19表示，已经启动修法，1个月内会当送行政院审查。是1个月可以吗？1个月我们法务部可以提出来，送到行政院。啊，这个院长啊，这是很多社会上的人的困扰了。对，委员，这是高科技哈。拿来犯罪就莫。部长检调即会当依法起诉小玉等人散布猥亵物品罪甲妨害名誉罪。散布猥亵物品罪相当指出2年以下有期徒刑，也会当换扣罚金无代志。行为受害者之一的民进党立委郭家儒指出，无经过本人同意发布的 AI 画面影片，无人会当接受。这就是变相散布假信息的行为，所以用旧条文来处理新形态的网络犯罪，有最少无相当的纪律。不止我，也有很多的公众人物，还有知名的女星艺人。那所有的人其实对这样的行为都是非常的生气，而且绝对不能容忍。那社会也应该要共同提出谴责，并且应该要遏制这样子的行为。虽然不是本人啊，可是他确实有造成相关人有一定程度的受害，或者是非常的不舒服。所以在这个部分的话，在私密影像的保障上，可能要另外做立法做处理。另外，调向修法也是制定新的网络性暴力防治条例，条约立委认为拢是会当讨论的方向。驻外民安团体最近几年积极推动的侵害个人性私密影像防治条例草案，几下会颁布由外等待立法院审查。立委强调会立立换面犯罪保护当事人，民团发声，政府应该重视新兴犯罪问题，量早完成修法。记者综合报道。帮衬小玉有正恶质行为，有民间团体就指出讲，有一寡受害者因为烦恼外界的误会，所以往往嘛唔敢报案。一寡科技公司嘛以各自为理由，无一定会配合检调的调查哦。所以因呼吁所谓暴力的问题，值得相关的单位严肃来看待。涉嫌利用 Deepfake 深度伪造技术，甲别个网称甲名称顶人面的图，制作色情的影片。真有名的网称小玉，顶日去互检警约谈，这种深度伪造技术成做犯罪工具。受害者之一的 YouTuber 家丁都把翕影片，呼吁都要重视所谓暴力的问题。从傻眼到难过到现在有点愤怒，你凭什么乱用我的肖像？我们自己更应该去重视数位科技衍生的新兴性别暴力犯罪。即马科技进步，新形态所谓暴力犯罪是愈来愈接快。台湾所谓努力联盟表示，即马拟真的技术是愈来愈厉害，民众真谙查证嘛，真谙分辨是真是假。若所谓性别暴力，毋但对女性造成伤害，甚至要抓到幕后嫌犯嘛，真无简单。不敢出来就是报案或者是提告，因为他们担心就是这样子的影像，就是没办法移除，这样集团抓不到人，它其实会导致他们被恶意的报复更严重。那像 Telegram 这样子境外的加密公司，其实他们根本不会把这样子的资料提供给警方。这次查获是感觉是运气好。所谓努力联盟嘛讲，所谓性别暴力已经成做全球性的问题。深度伪造技术去互蓝山摕去乌白用。在真侪年前，美国真有名的电影名称盖尔加朵的影像，都捌去互乌白斗。针对这种拟真影片潜在威胁，有治安专家就讲，可能嘛包括国安的问题。就是被伪造的时候，讲了一些对某一些族群的一些歧视的发言，那自然而然也会造成，就是说。这个对于那个政治人物的一些不信任，或者是一些的这个影响，所以这个技术来说，的确是需要去重视。治安专家提醒，这种拟真的技术会当在伊变做政治人物讲的话来欺骗民众，嘛真有可能会互利用来威胁国安等等的议题。多媒体技术的发展，要安怎因应科技造假带来威胁，成做真大问题。记者综合报道。
顶个月，咱国要申请家己 CPTPP 哦。行政院谈判的代表郑正中是表示讲，台湾成功的几率是真高，因为日本会斗3天。也毋过，日本台湾交流协会首席副代表新野公民昨是表示讲，郑代表上过乐观哦，台湾想要加入是非常的困难。咱国外交部是回应表示讲，副代表只是表达伊个人的看法。顶个月，中国甲台湾前后申请加入下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定 （CPTPP）。行政院经贸谈判办公室总谈判代表郑振中表示讲，台湾成功的几率真悬。日本来斗3天真济，不过日本伫台湾交流协会的副代表星野光明，伊伫18煞表示讲，目前主动支持台湾的会员国是无偌济。郑振中实在是伤过头乐观，台湾入会困难度真悬，恐惊无遐好。非常非常感谢日本在第一时间就朝野各党就表达欢迎台湾来加入，这个对台湾是非常重要。当然不会是一个容易的事情，但是呢，我们希望台湾用最大的努力来争取来加入。他说，事实上他派驻到台湾来。最主要的工作现在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协助台湾加入 CPTPP。那我想他也是好意，就是说我们在面对加入 CPTPP 的时候呢，可以更主动积极，跟各会员国来做双边的洽谈洽商。我想他应该的用意是这个样子。因为这是属于个人的这个相关的这个评论哦，所以我这边没有进一步的这个评论啊。也若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伫17来考察福岛核电站，伊表示讲，福岛核废水排入去海底的计划，这是真重要，袂当搁来延前，引起中国甲韩国的抗议。外界咧关心的是，咱是毋是会甲日本来抗议？王美花强调讲，政府会用科学证据来表达意见。我们政府也会用相关的科学的这个依据来跟日本做交谈。我们会有相关的单位会表达相关的意见。未来是毋是来开放福岛5县市的农产品进口？王美花讲，日本的食品本来就是伫咧日本底心的问题。咱非常感谢日本伫咧第一时间来欢迎台湾加入 CPTPP， 随后会和各国咧谈判的时阵，搁再来和各国咧超测协商。记者综合报道。行政院东山会今仔针对救国团的财产敢是不当处置来办听证会。东山会调查指出讲，救国团的金山青年活动中心佮华人的关魂山庄等所在的处置是违反国产法，也毋过救国团是强调讲，这所在绝对毋是国民党的东山。2018年，救国团获东山会认定是国民党的附带组织了后，伫个名下有归台湾29笪土地、50笪建筑物，伊的总资产超过51亿。东山会29就救国团的特定财产是毋是无适当来处置来举行听证会，包含救国团成立了后第一个青年活动中心、金山青年活动中心，还有救国团伫个太鲁阁国家公园经营的关园山庄。平湖金龙头青年活动中心，假使讲认定了后，若是有无适当来处置，安尼就会甲收为国有。救国团随后于原金龙头招待所之基地上新建建筑，并于69年落成启用。事后，海军总司令部因该地另有军事用途，商请救国团迁建并返还土地，救国团不愿迁移。根据东山会调查。关魂山庄是伫咧国有土地，管理机关是林务局。教育部伫咧1983年甲林务局来租用，才阁借予救国团来使用。这无合国产法的规定。毋过救国团是表示讲，过去咧去青年活动中心甲这个山庄是咧执行政府交办的照顾青年任务，毋若讲是合法，嘛是有正当性甲伊的必要性。回复给监察院的函文。也是认为他的补助都是合法的，所以我们自此认定我们的财产来源是正当。伫听证会顶悬，救国团用律师甲会计师来提出非当产的例证，这是无算是国民党。也若讲公有土地这部分，过去已经煞咧和政府单位来协商，
全数会配合政府来规范，也是讲甲办理作用，无应当讲过来甲这个救国团来甲点油做记号。强调讲，目前是毋是国民党附大的组织，这个案还阁咧审。东山会无应该违背法律定序，阁承认讲这是无适当来处有。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电甲廉政署、有高检署调查局做伙合作，成立采购廉政平台，要引进外部监督的机制，要公开所有采购的资讯。台电董事长是表示，土团的采购、有离岸风电、利基这两个关系到全国稳定供电正重要的采购案，最近就透过这个平台来进行。去年10月，爆发出风电设备的厂商，体育工业局甲市定讲，要求甲本土厂商采购叶片，安尼互人怀疑讲是独利的行为。工业局嘛发表声明咧批回讲，这是无影的代志，尊重厂商的需求，无可能讲有来出现违反采购的原则。为着要避免事件搁再来重演，台电今年的2大采购案，燃煤采购甲离岸风电开发。这个有关供电的稳定，无允准有无适当的势力来干扰，所以就特别找廉政署、高检署这个司法的长官来见证，嘛成立采购廉政平台，落实讲爱来公开透明的原则。公司 all in 来电透明。赞。离岸2期正在启动阶段，那我们也希望借由廉政平台，所有的程序都是透明的、公开的，我们紧紧调的协助，让整个过程不会受到外力的干扰。政府推出再生能源，为着要来加速离岸风电产业这个本土化，要求国外投资厂商爱在地投资、在地来采购，也是讲在地合作，不是个煞探生出这个独立特定厂商的嫌疑。法务部廉政署表示讲，这边台电的采购案对采购时间、履约甲验收，这个资讯拢会公开，予全民来监督。像譬如说外面的有一些议政或传闻，只要事宜，就是要我们一个透过廉政平台的一个机制的一个讨论，大家来再对外面做一个说明。台电董事长杨伟虎强调讲，去年燃煤采购金额是117亿，江滨外海离岸风力的2期采购案，去年以628亿来决标，金额拢真大。未来采购的流程，伫采购廉政平台会来达到行政透明，并且保障重大的采购案的进度甲品质。记者综合报道。英国媒体报道指出，讲中国伫今年8月份成功试射超高音速核导弹，发展的速度，互美国的情报部门嘛惊一条。也毋过，中国外交部暂时否认，强调讲因只是针对太空船综合使用来验证。美国白宫嘛回应，表示讲是正欢迎军事竞争哦，也毋过望讲毋通造成冲突。英国的《金融时报》伫16报道讲，中国伫今年8月发射一台载有超高音速的这个火箭，伊伫地轨道咧射地球咧飞的时阵，下降到预定的目标，不过导弹伊煞无击到目标，偏离32公里。这个报道还佫讲，互美国情报部门感觉真袂负欢迎。不而过，中国外交部伫18对这件代志是否认，强调讲这是例行的试验。此次试验是一次例行的航天器试验，用于验证航天器可重复使用技术。这对于降低航天器使用成本具有重要意义。美国国防部是表示讲，密切咧注意中国先进武器的发展，佫会批评讲，这发展干那会来加深中国甲美国的紧张局势。白宫对中国追求军事的能力会感觉真烦恼。Are concerned about the military capabilities that the PRC continues to pursue. And we have been consistent in our approach with China. We welcome stiff competition, but we do not want that competition to veer into conflict, and that is certainly what we convey privately as well. 除了中国以外，目前有美国、俄罗斯，还有其他上界少5个国家，正咧研发这款超高音速的武器。这款武器因飞的速度是音速的5倍。倚近中国的俄罗斯甲日本嘛正烦恼讲因的区域安全受到威胁，佮表示讲这款新形态的飞弹正学咧用上贵的设备来甲对付。政府としてこうした新たな脅威を含め、あらゆる空からの脅威について
探知追尾能力や迎撃能力を高めていくほか、ネットワークを通じて装備品を一体的に運用する総合ミサイル防空能力の強化により対処していく考えであります。伫个试射期間，拄好去撞到美中關係正緊張的時陣，也閣有北京加強對台灣軍事威脅。不過，美國的五角大樓對這無正面的回應，敢若表示講有當咧甲注意。公司新聞鄭依仁編譯。日本的疫情嘛转好咯，昨为止全国已经有16个县市拢无新的病例，为着病人数上济东京嘛对一天6000多人为着，昨只有29个人确诊。日本无封城，嘛无强制居家隔离，疫情为怎样会当转好受到控制？专家嘛拢真好奇。伫餐厅内底，民众做伙斗阵食饭开讲。日本的疫情有渐渐转好，为这个月开始解除紧急状态了后。食外口甲出去旅游的人是愈来愈多。18全国有16个县市是零确诊，现在人口上济东京，嘛为英国确诊一天6000多人，降到敢若剩29个人，是今年确診人数上少的一天。專家認為講疫苗的功勞真大。デルタ株が急激に増加するときに、日本では64歳以下の人たちに急激にワクチンの接種が進んだ。それが一時的にしろ集団免疫効果的なね。甲歐美國家來比，日本伫個無封城，敢若是無強制規定的緊急狀態，全國各地疫情都豆豆受到控制，互專家是感覺真稀奇。外界質疑講可能是檢測的人數變少，互數據較好看。不過根據東京都的資料，檢測的人數是降到1/3，不過確診率是為8月底的25%，到10月中已經降到1%，證實確實是防疫有成功。專家分析，目前日本頭一檔的疫苗注射率已經超過75%。另外有 GPS 的數據分析報告顯示，喺9月底緊急狀態期間，各地民眾都有減少去市中心的娛樂區域，嘛是正做控制疫情的關鍵。第6波を起こさないで、秋冬を乗り越えて、そして感染症法が2類から5類になるっていう風なそういう風な状況ができれば一段落ですよ。だからそういう意味ではここからの半年間というのは非常に大事だね。根據媒體分析，日本的經濟若要全面開放，也是有難度。就算目前部分的設施要求遊客都要有注過疫苗，或者是有體檢陰性的證明才會當入去。不過日本欠缺完整的疫苗護照相關的政策，有各種漏接的疑慮。另外，因為骹手無夠的關係，所以無法度做大規模的體檢，嘛攏互景氣真惡伫短期內會當恢復。公司新聞陳時同編譯。再來看美國前國務卿鮑爾，昨因為武漢肺炎病毒過身，食到84歲。鮑爾是美國史上頭一個非洲的國務卿，也毋過伊佇國務卿的任內，佇聯合國提出錯誤的證據，建議對伊拉克發動第26屆的波斯灣戰爭哦。伊嘛捌講過，這是伊人生中一個正大的失誤。美國白宮降半旗，哀悼前國務卿鮑爾18過身，享受84歲。美國總統拜登講鮑爾是伊親愛朋友甲愛國者。And he rose to the highest ranks not only in the military, but also in areas of foreign policy and statecraft. This is a guy, and we talk about it, who had teachers who looked at this African American kid and said, "You can do anything." 鮑爾家人發聲明講，鮑爾因為新冠肺炎併發症過身，不過伊已經做過2期有放射。鮑爾是1937年喺紐約哈林區嘅非裔牙買加移民家庭出世，捌參加過越戰。尾後喺個老布希總統年代，成做第一位非洲嘅美軍參謀省長聯席會議主席。主導1991年美國第一遍對伊拉克戰爭，2001年伊就任小布希政府國務卿，成做迄當陣美國史上職位上懸嘅非洲嘅公職人員，也是史上第一位非洲嘅國務卿。因過伊哋安理會爭議性報告，和小布希總統發動第2遍破灣戰爭。A fourth source, an Iraqi major who defected, confirmed that Iraq has mobile biological research laboratories in addition to the production facilities I mentioned earlier. 鮑爾尾承認講，這份報告嘅內容有錯誤，也講這是公職記錄嘅污點，因為美軍並無喺伊拉克發現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伊拉克人民講，鮑爾2支手頂頭攏是伊拉克人民嘅血。حقيقة كون باول من الشخصيات اللي ساهمت في إحداث فجوة كبيرة بالمجتمع العراقي من خلال الاحتلال الذي عاث في الأرض فسادا وقتل الكثير ودمر الكثير.
鲍尔伊做公职的时阵，大部分拢是伫咧共和党政府，尾啊伊是支持民主党总统候选人。鲍尔不支持奥巴马，2016年是支持希拉蕊，也个批评川普是国家的见笑台。公司新闻张伟林编辑。再来看咱国内新闻哦，台中的五车因为有2位空地蹲真侪土石啊，最近嘛因为风真透，所以造成真严重的风背山。附近的民众就向环保局来检举哦，市政府嘛准备要处罚咯。这礼拜东北季风报道，台中外海的五车出现一阵的大风，但是港埔路边有2块空地啊，最近去放一大片的土沙。规个硬蓬蓬，造成空气污染，佮严重影响到附近居民的生活。阮南边即抓是，迄顶啥规一顶沙，啊涂骹搭落拢全沙。你窗仔个关啊较密的嘛是走入去啦。拢沙啦。拢沙啦，你逐工7度，啊个垃圾死度啦。当地民众表示，这2块空地啊，拢曾经去不明人士放土沙，最近是愈来愈大胆。土沙的总面积超过1000平方公尺，而且完全无压水保持湿淡，或者是抗暴等等防止淹压的措施。携带泥沙，泥沙都会影响到水沟，水沟都已经快塞满了到时候他们一清理的话，也不会清理我们的水沟，所以这个我觉得很不好我希望我们要业者一定要拿出公德心。伫咧风尾的面体，只会当甲窗仔门关条条。里长向台中市府来检举，环保局调查发现，其中1块土地所有权人登记是一般民众，另外1块是建设公司。依违反空气污染防治法第23条第2项规定，针对土地个人裁罚2万到100万元罚元；针对公司建设公司将裁罚10万到2000万元罚元。台中市环保局强调。稽查队会向地主来开发，而且找出放土沙的行为人，了解2个地主甲行为人的关系，要求限期改善。若无改善，也阁会使按次来开发。记者台中报道。进前的伊季风台虽然无登陆台湾，也毋过说引来真高的雨水，伫花莲台东造成真侪损害哦。农委会统计整体农业损失大约是新台币5668万，花莲县上严重哦，尤其是离期的稻仔，大部分拢毁掉啊。这是全台种稻仔上大产区的花莲县富里乡，倒伫田底的离期水稻是农会培育的上新产品牛奶丰育。另外，色水较深的是价钱真贵的有机乌米，这个米浸水了后，即马毋是发芽，就是拍去。是空的了，这都是空的了。要不然没有遇到这个灾情的话，它应该就不会。这里面都是空的了。另外来到第2大正式面积的桥里镇，还有3洪爆发，插着水查冲到田底的情况，已经结晶的离奇稻作燃去了，农民要靠无目屎。大概在2-3个礼拜就要收割了。水干了之后，你看这些漂流木还要处理啊，水稻完全冲掉了。你看出估损失多少？今年2期100万吧。根据农委会统计，全台农产甲农业设施损失是新台币5668万，花莲就占55%，大约3000多万，是损失上严重的县市。其中上大件就是水稻啊，灾害面积大概700多公顷，已经符合天然灾害补助条件。农委会已经先核定的部分大概以稻米、香蕉、玉米跟大豆的部分。那在那个稻米的部分，每公顷是补助18000块香蕉的部分是75000块。富里乡农会表示，除了天然灾害补助之外，也有替农民加保水稻啊减产保险，目前80%的农民拢有加保。官府强调，即摆的强降雨量也予部分农田水利系统排水不足的问题浮现，将紧期安全改善。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东最近伫鹿野甲南回地区，有民众就看到8步蛇甲2只棕水麻，这拢是保育类的动物哦。也毋过，这2只棕水麻掉伫旱井，加在是有风救出来。8步蛇伫咧过车路，佮互民众讲好分气掠走哦。县政府表示，若说动物是无伤害人，民众这款违法的行为，上济是会当罚100万。70暗，台东鹿野龙田村的车路，看到人讲是山拿守护神的8步蛇过车路，经过民众拢唔敢叮当，摕电话直甲笑。当地民众围起来讨论讲是要安怎，有人讲报消防局，不过即马消防局取消掠蛇的勤务，嘛有人讲要甲这只蛇拍死。这只8步蛇扫去路边的草坡啊，民众看到是真惊，紧敲电话找在地敢掠蛇的人，甲这只蛇讲互分气带走。
那个捕蛇的人就骑机车到了，然后他就接过车上的人的那个长棍，就是把他就打了3、4下，然后再徒手把他抓起来。这个都是观念上要去改变啊。没有必要说看到蛇它会害人，所以我们就要去打它，这个是一个很错误的想法。台东县政府表示，民众这款行为是已经触犯野生动物保育法。把野生动物打死的话，这个会牵涉到动保法，那最高可能会有到1年以上的有期徒刑以及30万到100万的罚金。另外，最近伫南溪地区的野外，也发现2只保育类的漳水麻，被掠野兽的咸水夹着。水土保持局甲台东县政府做伙抢救，把这2只漳水麻送去冰科台治疗。台东县少年线出现保育类野生动物，不过命运算是天差地。农业处呼吁民众，在无危害人类生命的情形之下，民众都要尊重野生动物的生命权，唔通乌白去拍野生动物。记者综合报道。咱再来看外来种赤皮酱籽，上早是伫高雄发现，后来伫台南的大港国家公园，捌一档处理掉上清只，伊是正高生团哦。最近嘛已经对南部拖到中部咯，甚至出现伫无热地工业区内底。放伫观测箱内身躯顶，还佫有加比色的花草，这就是外来种赤皮酒籽。上早伫高雄发现，不过这几年伫中部也会当看到，甚至是无草坡的工业区也会当发现到因的形状，互志工感觉真怪奇。当时看到的时候，只是吓一跳，这样子，怎么外来种的青蛙跑到花盆里面来？对，因为这一带都是工业区，然后基本上来讲的话，工业区没有它的生存的环境。像沼泽啊、湖泊啊，然后水池啊，那会跑到工厂里面来，真的让人感到很意外。外来种的赤皮酒籽是强势不种，批火上有毒，野外也无抓类要甲食，根本无敌人。最后出现伫台湾的西南部的产里水边啊。不过这几年对农村到都市拢会当看到赤皮酒籽，也因为拖了伤过紧，台江国家公园就捌伫1年内掠到1000多只赤皮酒籽。我们去年做的移除，那总共移除了1176只，繁殖力强，然后又它的适应力也很强，所以如果一般我们针对外来入侵种来讲，我们都会采取比较预防性的策略。台南市农业局表示，赤皮酒籽是外来种，只有饭时称会甲食，电头影响到其他产甲的生存。农业局明年也邀请相关的专家来做研究，看要安怎来消灭赤皮酒籽。若准民众有发现，会当通报市政府处理。记者综合报道。政府官员退休哦，到私立学校服务，真做私校门神的情形受到真侪批评。也毋过，高教工会所发现讲，现任部长潘文忠的任内，又搁增加10个私校的门神。工会是呼吁相关单位应该要限制官员离职，也是退休了3档内底袂当转入私校。教育部是表示讲，其实最近5档来哦，这种情况的人数嘛已经减少一半了。不是要正当办学，能够拨乱反正，让它导向办学的正途。我要你干什么？伫网仔顶悬列出济前任的政府官员的名，还佫有目前职务的名称。国教工会讲，伫过去20年来，有不少官员伫退休或者是离职了后，去私立学校担任重要的职务，成做私立学校扛棒的义务。他很有可能呢，透过自身他累积的很多的政商关系，去影响评鉴跟奖补助款分配的公平性哦，可能可以去这些私校当靠山，所以说就去制定偏袒私校经营者的一些政策哦。以教育部的前任官员来看，包括前部长杨朝雄、詹志龙、黄永春、吴清基等人，拢伫卸任了后转任私立学校的校长、甲董事等等的职务。根据工会调查，至少有3间学校大量聘用卸任的官员，比如中信金融管理学院，董事长是前外交部的官员；富公山系统大学的高阶行政职务，有几个拢甲教育部有关系。也若台北政经学院，除了有几个教育部长，还佫有前经建会副主委甲国发会的主委。国教工会指出，官员离职转进私立学校，会因为伊本身累积的人面的资源，来影响评鉴或者是奖补助款的分配，更较有可能会去到收编一寡校园的备案，这实在是无应该阁继续落去。找这些高官来啊，你的学校就可以振衰起弊，但这个真的是振衰起弊吗？那这些以官员为主的行政的决策主管，也会某种程度打压校内的异议人士吗？
教育部回应表示，要建议修正教育部组织法，整理相关的规范。不过因为涉及机关组织法的体例，还阁需要规范来评估。教育部嘛采取限制私立学校使用教育部奖补助款来付在任人员的薪水，已经领退休金的在任人员退付资金由私立学校负担等等的作为。目前退休搁去私立学校食头路的人数，为106学年的1855个人，到110学年是1004个人，未来会持续落实降低退休或者是离职的官员转入私立学校的情形。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湾东北界保利党的本色哦，除了对中国流过来，有一部分应该是嘉义台南饲蚵仔的本色。有民间团体就指出讲，中国已经禁止这款的本色了，咱台湾嘛应该赶紧来加强管制。然后放眼望去呢，你可以看到沙滩上面非常的壮观。这边是台南市鲲生安平港南堤。蚵仔病规地玻璃笼，还阁有玻璃笼白色的幼幼啊，伫台湾西南部的沿海是规世界。不过，饲蚵仔产生的粪扫，毋但伫分嘉南地区的海河咧漂流，就连台湾的东北角嘛会当看到蚵仔病、鱼网啊，吊伫海边的石头顶，甲家人士对看。全台湾最脏的地方就在那个新北的瑞芳那里。对，那其实那里会脏，是因为洋流累积，所以不管是西海岸的废弃物还是东海岸的废弃物，都是往那个方向去集中。大概2到3周的时间，就有可能会飘到东北角。民间团体研判西南沿海养殖业的废弃物可能会对洋流漂流去北平，阁受到东北角海流的影响，所以这粪扫滞留伫新北、瑞丰、万里甲家人海边啊。而且估计伫分嘉南24000个蚵仔病，一年爱用的玻璃笼差不多是12万至20万粒，其中1/3拢无回收，真做是海洋的粪扫。兵团指出，中国福建饲蚵仔的规模是咱台湾的100倍以上。中国官方按算伫2023年年底，外国用发泡性的塑胶，台湾嘛应该爱赶紧对着这个卡波。我们邻近国家的脚步是很快的，而且他们一次汰换这个保丽龙，其实就是很全面，整个省或是整个县市整个替换。那台湾目前是规划大概2-3年后才会陆续替换掉这个保丽龙，所以我们其实觉得我们这个时程可以再加快。虽然台南甲嘉义未来拢有禁止使用玻璃笼的规划，最近是先鼓励饲蚵仔的农民减用玻璃笼的铺具，改用替代性的铺具 EPP。不过黑色的 EPP 要是会像玻璃笼同款较拍，会变幼幼啊，流入去海洋内底。民间建议渔业署、环保署、海保署都要赶紧下部门来合作，找出真正会当促进渔民转型，阁会当减少塑胶流入去海洋解决的方法。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屏东的西仔乡文物馆哦，前一阵啊举办一场音乐方面的展览，用原住民林班歌哦，要带观众朋友做伙来认捌讨论70年代原住民的音乐，那么做伙来了解。优美搁优秀的林班歌，唱出70年代原住民伫外地拼命讨赚、受压迫的心声。屏东的西仔乡文物馆透过山林蓝调的特点，带乡亲做伙来回想古时代。在那个原住民被压迫的年代，其实我们是非常辛苦的，但是我们是有坚韧不拔的精神，而且我们非常的乐观、知天命，就算这么辛苦，我们还是可以度过。在国外的所有留学生，他们说能够代表台湾的只有原住民，他能够表演的只有原住民，才能区别他是属于来自台湾的人，他的文化，所以它是无比的重要。这场特展阁邀请到音乐学者周明杰，甲台湾的传奇歌手蔡美云，做伙来探讨英国原住民将心情随意唱作歌的唱法。希望将这款渐渐消失的文化保留落去。他已经是词典里面的人了，也就是说，因为当时呢，他的影响力是整个南台湾。我想说，很快的，我们赶快把这个弄成无形文化资产。透过一条一条充满纪念意义的林班歌，除了搁再揪紧族人之间的感情，也让所有在场的民众愈了解台湾原住民的文化。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南投德山的笋仔是真出名哦，前一阵啊麻德笋的大出，农民嘛甲笋仔加工拍打做笋干。11月份公所阁要来办活动哦，要来推广在地笋仔的好滋味。
南投德山镇的竹仔真出名，当地主要出产桂竹、麻竹甲冬笋。前一阵啊，麻竹笋当咧大出，农民毋但拼采收，也爱甲笋尾做加工，拍打了后准备做好食的笋干。那现在就是麻春笋的一个盛产季节，是在这边做一个初步的一个加工，用粗盐来做一个简单的腌制，让竹笋的伊个较空涩的物件会当逼出来，安尼吼，笋尾部分就是以后第3个月了后准备来做笋干用啊，到时还个拍5天，来干燥化才能够做一个保存。当地里长表示，虽然今年的竹笋有较好价，不过却因为年初的时阵中南部靠旱，笋啊欠雨水，产量也减真济。但是农民要是用心照顾，品质绝对是一粒一。阮甲农民买的时，农民伫外口已经迄个粗壳甲瓜的部分拢剃掉。这笋啊入来，农民入来是拢规人，阮照人放，照斤算。为着要甲德山出名的笋啊推广出去，公所伫11月要办笋啊节活动，招在地店头做伙来办桌，用笋啊做出各种的创意料理，甲德山的特色行销互更较侪人知影。记者综合报道。咱来看3年前，英国艺术家班克西一场拍卖会，用喙抓机把伊的作品气球查囡仔毁掉。3年后这把只剩一半的作品，佮摕出来拍卖，名号做《粪扫桶内底爱》。最后是以新台币7亿2千万卖出去咯。计数是3年前的18倍。And I want to start the bidding here at £2,500,000, £2,500,000, £3 million, £3 million, £3,500,000, £4 million enough, £4 million. 这是伫伦敦苏富比拍卖会，竞标的人真多，竞标的作品是3年前英国作品大师班克斯半毁的画作，伫气球查某囡仔改名做《粪扫桶内的爱》。Okay, we're going to handle that. Okay. 2018年10月，伫同一个地点，当气球查某囡仔以104万英镑换算代票4000万成交，拍卖官拄甲讲对讲落去时阵，这把画就互藏伫咧画框内面的喙抓机切做碎片。现场所有人拢硬去，因为迄天喙抓机发生故障，画作即间被销毁一半。3年了，这帮经历过喙抓表演艺术家设的作品，见效更加悬。9位竞争者伫10分钟内面一直画价，粪扫桶内的爱，上尾也是以16000英镑，国家保险费，总共1850万英镑，代表7.2亿成交。Ladies and gentlemen, for a new world record, the Banksy, Love Is in the Bin, sold to you, £16 million. Congratulations, number 40. 这把画哥提出来拍卖，从班克斯作品拍卖的新冠纪录是第一遍成交计数的18倍，拍卖官也惊一个，伊讲正惊讲对啊，若讲落去，佫会出什么代志？好佳在无发生任何意外，这帮作品的新主人是一位欧洲的女收藏家。公司新闻詹慧敏编辑。来看澳洲的国宝无尾熊，最近因为一种细菌的感染造成真侪无尾熊目睭看无，有的是无法度佮生炭后一代，这种细菌佮炭甲真厉害，所以政府即马开始帮无尾熊做预防针，嘛伫无尾熊的身上放晶片，要来观察疫苗的效果。那是人类排队做疫苗，澳洲有尾熊也开始做疫苗，不过因做的毋是新冠疫苗，是预防皮衣菌，又个叫做衣原体疫苗。So the one at Australia Zoo was the first. There'll be about 400 koalas. 科学家自10月开始，对昆士兰400只有尾熊做皮衣菌疫苗3期试验。皮衣菌是一种会造成尿道发炎、痴迷或者是袂生的皮菌，会透过性行为或者是随地传染。即马伫咧澳洲有尾熊之间传了真紧，有一寡所在是一半有尾熊拢感染。And disease is affecting 50% of koalas, and we're virtually doing very little for them at the moment. So if we can address disease, and even it can be 50 to 70% effective, it doesn't even have to be 100% effective because no vaccines are that effective. That should make a big difference to that other half of the population. 科学家讲，虽然抗生素会当治疗皮衣菌，不过也会破坏有尾熊的肠道的细菌，影响其消化臭叶啊。因会替有尾熊做一支预防针，也防进前伫咧因的身躯放晶片，观察疫苗的效果。澳洲的有尾熊这几年数量愈来愈少。昆士兰大学2016年的研究讲，澳洲迄当阵大约有33万只有尾熊，不过2019到2020年所的森林大火，造成超过6万只有尾熊死亡，因的栖地也受到严重的破坏，有濒危的风险。
科学家希望用批冠疫苗增加有卫上的保护力，救一寡高水的澳洲国宝。公司新闻齐焕玲编辑。下晡报的天气，咱来看个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5度，上悬29度。中部地区上低26度，上悬31度。南部地区上低27度，上悬31度。东部地区上低24度，上悬29度。外岛地区上低22度，上悬28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第一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